局甲伊朗达成停战协议，6月19，双方要伫咧叙述签谅解闭网络，航母族海峡有机会伫咧6月19就来开放。美伊要停战消息出来，今日台股大起，盘中冲到45438点，台积电大起50块，来到2360。高雄民生病院逼出天9日以来集体烧话，又搁增加一例，是58岁查甫人，目前累积的确诊个案有6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9公视台记台中道新闻，我是洪敏珍。咱今日关心讲，伫咧高雄民生病院天9日集体烧话疫情，卫生局伫咧昨暗时有公布讲，又搁增加一例咯。这个是患者58岁查甫人，伊甲指标个案住共楼的病房。卫生局表示讲目前扩大采检验出来，目前采检的人数有1137人，累积的确诊病例有6例，目前有加强伫咧消毒，目前这疫情是无断开的状况。虽然高雄19日透早雨就插落，不过民生病院外口卫生局的消毒人员也是号码清理，伫咧病院4颗冷灯顺来顺去，看到有积水的所在，就赶紧喷球避免正做网市的生态点。民生病院10日爆发院内天9日群聚疫情，验出5例确诊。卫生局这2天拢咧加强环境消毒、扩大采检。14尾暗佫公布一例新的确诊病例，是58岁查甫人，因为慢性病来住院去围着，总计民生病院的群聚感染已经有6例。5月29日入住6楼病房与指标个案住院期间重叠，在6月8号因治疗需求安排转送高雄荣总治疗，因匡列为第1圈高风险对象，扩采而确诊。94早起，民生病院天9日疫情已经扩大采检1137人，拢总验出6例确诊。卫生局强调，目前疫情拢控制伫咧传染链内底，无拖去社区的状况。这几天调针对病院附近的社区环境进行消毒摒扫。不止个，这是国内上届9年再次爆发天9日的院内群聚。疾管署也特别成立机动防疫队来高雄协助防治工作。疾管署表示，这届是第2型的病毒，已经有做基因定序来厘清感染源，拜日报告会出来。目前上要紧的也是紧急的化学防治。当然，感染源也很重要，不过怎么样让滋生源能够彻底的清除，那这样才是防治登革热的一个根本之道啦。跟他沟通了哈，让他把这个回收物或者是家里的脏乱，把它清除干净。因为南部天气无稳定，大雨一直来，里长讲目前社区室外熬积水的管花骹拢已经处理好势，毛喷球加强宣导。卖手也有2-3户厝内囤回收粪扫的住户，已经有要求紧爱赶紧处理清气。记者柯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最近奶子当咧大出，台中有民众伫咧社群平台，用网络的方式伫咧买奶子，想袂到讲这钱汇出去了后，对方竟然要求讲伊着爱提供转销的口座，好加在警方有即时甲伊阻挡，伊才无去哄骗。分局员警日前于银行洽公时遇44岁蔡姓女子主动请求协助其表示于网购玉荷包利之后依卖家只是汇款718元，后续卖家又要求蔡女填写包含金融账户资讯等内容各自经员警检视相关资料，研判为诈骗手法，当场劝阻并说明诈骗流程，成功避免蔡女持续受骗。警方一行入去银行内底，就有民众甲警方讲，伊家己去防诈骗伊讲伊是咧社群平台看到有人伫咧卖玉荷包奶子的广告，转加入对方来了后汇钱了后，对方讲要传一个网络的链接给伊，讲要甲这网络物流的资料寄给伊，尾手佫要求包括金融的账号等等的资料，伊就爱提供，怀疑家己是去防诈骗警方看伊手机信息了后，讲这种手法真普遍，民众千万唔好防骗。台语讲雨怪，就是华语讲的侏罗树蛙，这是台湾的特有种。最近嘉义县大拿镇有一间专门伫咧保育雨怪，佮推广在地种族的合作社。伊这网络顶头的商标去互偷用去合作社的成员佮去互人用 AI 的方式换面，结果替伊咧卖来路不明的笋合作社知影这件代志了后，要求对方爱甲影片抬掉，嘛警告警方来报案。伫影片内底，农民用拜头的方式，
希望大家斗相共协助因渡过难关，阁会当买到介绍正俗的笋仔。家己阮大拿伫户外合作社内底笋农，互人用 AI 换味的方式，伫网络顶面来卖笋仔。咱的乌克丽嘛有外销，咱的外国因为量嘛足大，伊用这个影片就是在欺骗我们的消费者。我一看到，我甲咱的当事者赶紧甲带去报案。影片的内容就是用我的头像、我的声音，然后博取消费者同情，说我们处境很可怜，然后笋子卖得不好，所以希望消费者帮忙。然后，但是他后面接的就是别的国家的竹笋，不是我们所生产的竹笋。农民表示，对方可能为网络顶面找到伊的相片，阁有一寡有声音的影片，所以才有法度用 AI 模仿伊的声音出来。这个影片拄出来，合作社就联名要求对方要来删除影片，无真到今阁无接到有人哄骗的消息。是烦恼讲，有迄个不知情的消费者，若无注意去买到这来路不明的笋仔，当作是阮合作社出品的，对阮的合作社来讲是一种伤害。对于消费者来讲嘛，是有可能对因的健康有不好的影响。本分局获报本辖笋农遭冒用身份于网络散播贩卖农产品之讯息，本案获报后立即受理并协助通报下架。本分局呼吁民众对于各类网络讯息广告应多加查证广告的内容真实性，避免受骗。除了成员互人换骗来卖物件，合作社的商品嘛互偷摕去用，模仿的程度互因合作社感觉是真烦恼。合作社就提出呼吁，民众要买物件进前，拢会当先敲电话来确认，千万唔通相信网络所有信息，减少互诈骗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美伊达成停战协议了后，今仔日台股盘中要冲到45438点，台积电嘛要起50块。不过专家就提醒啊，这礼拜就是超级央行礼拜，市场对升息的预期有较悬，加上美国联准会头一场利率的决策会议随着要起股，所以来台股有可能会面临真大的波动。美东时间14号，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达成美伊停战协议，10号台股开盘就跳起上悬，为4过4447点开始起，了后冲悬，盘中阁捌来到上悬4过5438点，倒转去45000点大关，而且维持高点震动。也那台积电以2360块开悬，起50块。盘中阁捌上悬来到2365块，另外联发科起365块，来到4545块。广达嘛起14.5块，来到386.5块，各大族群拢照起。比较大的利多当然是美国跟伊朗的和谈，那第二个就是 SpaceX 顺利的 IPO 这目前看起来台股是气势如虹，但是大家也要注意，接下来是进入所谓的超级财报周，那还有就是联准会的这个会议不过专家嘛提醒，国际金融情势6月下旬虽迎接挑战，包括15到16是日本央行利率决议。当来看2024年7月，因为日本央行强行升利息，引发日票套利交易，台股伫迄年的8月初5落1807点，是历史上破第2低。也那即马市场对升利息预期是真悬，可能会互日本关键政策利率来到1995年以来上悬的水准，引发套利交易。那短期可能带动资金回流日本。对亚洲的股市跟新兴市场的资金呢，就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哈。那但是呢，如果说从中长期来看哈，那日本经济跟薪资成长的一个稳定，代表日本摆脱这个通缩啦。另外，学者嘛提醒，目前6月17新的主席华许主持的头一摆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结果还未出来，国际金融情势会使观察美债息利率敢有降落去，也有 AI 的投资趋势等等重要的指标。记者综合报道。咱的生育率有影是世界调查尾，即阵咱的政府希望用实质上来减税的方式，替家长减轻负担。财政部有证实讲啊，从新的这个所得税法的修正草案已经报予行政院啊，厝内底啊，阵啊是有未成年的囡仔，这免税额会增加50%，上紧的伫咧明年5月份报税的时阵，就会当直接来使用咯。
少囝化即马正做是国安危机，为着减少家长请养囡仔的重担，政府推出减税大红包。财政部即马要来修改所得税法草案，已经送到行政院。未来只要请养0到18岁未成年的囡仔，每一个人的免税额会一个手就提悬50%，按原本的金额一口气增加到15万过1500块。它的免税额如果15年度在明年报税的适用时候，会从10万1000调高到15万1500。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我们应该会在最近这个会期。最近什么时候？最近这个月吗？下个月吗？这个月应该可以提送。面对立委的问题，财政部长曾翠芬承诺，期盼在这个会期就会当顺利通过。换一句话来讲，民众在明年5月报税的时阵，就会使直接适用新的规定。是讲朝野的立委拢真关心这个案件，计强提出28个修正的版本，认为讲减税就应该减较多咧。亲像民进党立委赖慧媛，就5万免税额会使一口气就调悬到每一档20万。我们的财政部可不可能负担呢？我们有没有机会给他们每年20万？除了这个在免税额上的提高之外，其实政府还有许多直接支付的金额，包含托育的补助，0到2岁的托育补助，2到6岁的育儿津贴，以及新增的成长津贴，每个月每个孩子5000块。财政部强调，对抗少囝化，袂使干那靠减税，需要真侪政策做伙来搭合。亲像减税红包配合跨部会津贴，就是5万会使建构全方位家庭支持的体系，产生更较好的效果。但即马朝野的立委提案的版本遮尔多，要安怎来减轻家长的负担？即马各方都要继续敲切。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开1亿外经费，要来改善自由车的车场。过去因为讲这车道唔是讲改变，转互人徛的时阵无设立跋倒，为求市府有搁再进行改善工程，验收到暂时已经半冬瓜路。有机关去到现场咧勘察这赛道的时阵，要是认为有真侪欠点，市府回应讲会要求厂商赶紧改善，互选手会当安心练习。去年在新竹市自由车车场，因为赛道无平，所以有发生试骑跋倒的状况。经过1年的改善工程，市进前宣布工程已经完成验收。不哩个委员实际去现场看，发现有部分赛道油源无够平，连起来拢会漏水。跑道这边已经有严重的裂痕，这边还有凸起来的一块，这里，这边也是，全部都已经凸起来，还蓬起来。越修越糟，不仅错过了2025世壮运，验收完成后仍持续出现跑道裂痕、铺面破损、积水、室内训练休息室淹水等问题，严重影响选手训练与场地安全。新竹市自由车车场改善工程，过去因为场地相关问题，那世壮运取消伫新竹市举办。议员指出，验收结束到即马已经半冬，虽然一场比赛拢无办过，市府是回应讲，主要是因为车场已经使用真侪年，许期间却拄到天气不稳定所影响，市府会要求厂商改善。自由车场本身已使用多年，期间受降雨、热胀冷缩及长期使用等因素影响，局部区域出现裂缝及表面损耗情形。市府已要求改善工程厂商依契约保护责任进行修补。市府强调，确保选手的训练安全甲场地品质一直是上重要的原则，所以会要求厂商一定要守好势，保障选手安全甲训练权益。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这几天这天气无啥稳定，各地拢有雨水。南投竹山加早寮溪崩山湖积水10万吨，加在即马水有较少，放弃的风险嘛有降低啊。县府表示讲已经有做防护措施，必要的时阵会随时启动撤离。经由空翕画面，因看到河道一个边坡发生大规模崩落情形，大量土石出来了后，将河道塌掉咧。变做一个崩山湖，这所在是伫南投县竹山水量瀑布的上游。该地点位于清水溪支流嘉走寮溪河川界点上游约1.1公里，非属公告河川范围。我峭壁有崩塌了，下骹有石头土，甲伊阻塞嘛，有结成一个站啊。南投县府13支流民众通报，这所在形成崩山湖，经过农村水保署也有第4河川分署。
林保署这单位现地勘查甲初步风险评估，确认绑内面积大约是1.2公顷，堆积土体大约是5万立方公尺。已经出现自然的溢流出来，并且有冲漏出水路，淹过上游又有积水，积水量是大约10万吨。我们早上有去就一副那个保全人家，我们已经有这个告示牌就是说，希望民众不要走到溪床里面，因为这样影响那个安全这部分我们已经在做这个防护措施，会持续来监控。经过初步评估，绑内坡边已经来到岩半站面，搁再发生大规模绑内风险较低。那一摆拢绑内，推高下游弧度水位的凊悬大约70公分。下游除了水量瀑布园区以外，有保全自护一户，必要时会来撤离。也若这2天山区以外会有明显的落雨，相关单位继续来监控。未来的降雨部分，明天跟今天还是比较类似一些，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比较明显的雨势，可能有局部豪雨发生；北部依然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虽然拜一全台湾有雨，不过中央气象署也讲，16、拜2随方面走到北部，水汽慢慢的减少，气温也会回升。拜6、5日虽然甲太平洋高压延伸到西边，渴望转来到真标准的热天天气形态。记者综合报道。大雨落无休，即阵中南部地区已经稍稍出现一寡意外的状况。今日早时台南仁德发生路面讲纳落去，水泉拢溢到附近的徛街。居民晓疑讲这是地下自来水管线有破去，路基唔才会空去。另外，昨暝伫咧台中有连锁的药妆店，这空房哪像未堪得雨，直南规个烂去，尾手全劈落来，全讲到一台轿车，造成一个查某的乘客掉伫咧车顶。民众翕到拖沙水为放去的车路孔涌出来，佮直接灌入去边仔徛街，毋若加固泡水，内底房间全拢变做水池啊！灾情不止惨重。天光了后，状况是搁较严重，电火跳落飘起身，含坑嘛变大。台南市仁德区中正路2段15透早路面放气，拖沙水溢流到4颗里啊地势较低的人家厝，住户根本袂赴抢救。现在我小平。看到这水有比较悬，我赶去开气门，气门开水啦，沙啊，门啊，门啊，我叫阮老细倒好水啊。台南市水利局到场勘查，初步认定毋是因台的涵管造成的。自来水公司是表示，已经把水头的水门关起来，爱等待积水抽打了后来确认，敢是水管破气造成的。那台中市西区10时暗时，民众赛车经过公益路的时，看到连锁药妆店的空房落落来，看到停伫下骹的轿车，车来一个女乘客是暂时掉伫内底。我来这边买东西，然后刚停完车，刚走到这个门口就听到砰一声很大声，就全部砸下来。所以是刚停完车它就掉下来。对，刚停完车。人有被受伤或怎么样吗？没有，没事，就刚好这边都没有人这样子。有时候风大的时候还是很大，所以说。可能这样久了日晒雨淋，那个材质也不会说很牢固。那一般的材质嘛，容易吸水啊，更容易锈烂。民众表示，这个空房是查做的，可能因为几6日大雨，地书内底漚气未堪积冻，才会落落来。市府15日时加强道路清理，都发局嘛限期要求业者改善。后续将依据招牌广告物及树立广告管理办法及建筑法相关的规定，依法来做查处。大雨予台中市东区甲北区的路树倒去，加载无人受伤。那彰化市10时暗时有一台机车因为落雨路骨骨，伫美术馆头前家己刹车，加载骑车人简单轻伤。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战事有机会会当到一段落咯。美国甲做公亲的这个巴基斯坦，伫咧15宣布讲，美国甲伊朗有达成停战协议，双方按算伫咧19时要伫咧瑞士签谅解的备忘录。航母海舰有机会伫咧6月19签署了后就通开放。伊朗国营电视台15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嘛强调美国是被迫签署的。شهباز شریف از پایان دائم و فوری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های جنگ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و متحدانش خبر داد. 负责调停的巴基斯坦总理哈里夫嘛已经透过答文证实，美伊双方宣布马上永久停止包括伫黎巴嫩境内所有的军事行动。正式的签署仪式嘛计划19要伫瑞士举行。美国总统 Trump 了后嘛发文表示，荷姆兹海峡将会全面免费对外开放。
佮受款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世界各国的船只会当准备出发啦，和石油会当流通。美国副总统彭斯伫受访问的时嘛强调，这项协议将会为中东地区带来突破性的发展前景。But if the Iranians comply with his deal, it is going to fundamentally transform the Middle East for the next 50 years. It's going to end the war. It's going to make the Middle East more investable. It's going to mean a lot of prosperity, lower energy price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伊朗副外交部长嘛证实，伫巴基斯坦甲卡达的调停下，美已经过坐解的会谈，基础协议的内容，14日经过15点钟的谈判了后，总算是确认这份名号做伊斯兰马巴迪谅解备忘录的最后版本。در عین بی‌اعتمادی کامل ما به دشمنان ما صورت گرفت. هیچ اعتمادی ما به دشمن نداریم. اعتماد ما به در واقع قدرت نظامی ما هست و همچنین به قدرت دیپلماسی ما و به حمایت و در واقع انسجام مردم خود ما هست. 根据部分协议的内容，19伫个瑞士签署了后，美国将会解冻250亿美金的伊朗资产，接落来双方会展开60天的和平协议谈判，其中包括解除伊朗制裁、甲经济定见以及浓缩铀的处置甲限制。专家分析，因为以色列方面也未对协议做出回应，加上以色列和伊朗伫个协议定案14迄天，也搁伫个战会当中，提出这条中东和平之路，也是充满变数。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第52届 G7 峰会，即届办伫咧法国、瑞士的即个小庄头叫做艾维安，因为伫咧瑞士日内瓦是有真侪民众伫咧抗争，迫害联合国单位佮放火烧资本主义的代表特斯拉电动车，警方出动水炮车来驱离，场面有影是如苍苍。6月14日，瑞士日内瓦街仔头亲像战场同款，警方下大量催泪驾驶、树泥皮庆祝，同时佮动用真侪台水车，要赶走反 G7 7大工业国峰会的示威群众。瑞士警方卡手无够，也佮甲德国请求700个警察来支援。东港原底有200人要参加这场反 G7 峰会的示威，这当中包括环保、女权甲反资本主义团体，也毋过差不多有600个来自乌庄仔的激进团体，开始甲警方牵石头、干仔、红毛土甲甲炮啊，甲银行大门牵甲喙齿，而且佮放火烧代表资本主义的特斯拉车辆，也攻击代表多边主义伫当地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大楼。示威群众强调 ，G7 峰会就是好野人的聚会，也毋过这个国家才是世界乱源。Oui, bien sûr, on n'est rien, on est des microbes, des nuisibles, des méchants. Il n'y a qu'à voir comme la répression à Genève a pris les devants pour tout barricader, les contrôles, comme si on était nous les méchants, alors que c'est réellement les puissants de ce monde qui ont bousillé la planète, c'est le capitalisme. Le G7, pour moi, c'est une réunion des riches pour montrer encore plus comment les riches peuvent devenir riches. 第52届的 G7 峰会，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也有欧盟领导人15到17会伫法国境内的小镇艾维安参加，为着配合美国总统 Trump 80岁的生日，特别延后一天。虽然主办国法国原底规划经济甲气候等等的议程，也毋过有个 Trump 会强力主导伫美伊战争当中中东地缘政治危机、贸易争端，也有甲特定朋友的双边会谈。俄乌战争嘛是焦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受到邀请。有可能甲 Trump 有单独的会谈。Штати,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ь про нашу з ним зустріч. Найближчими днями в Європі будуть формати Групи 7. Звісно, Україна і наш захист, наші можливості прийти до миру будуть серед головних тем. 有届这届的峰会，中国相关的议题包括大规模属价商品出口，亲像电动车，也有关键稀土等等，也是讨论的焦点。另外，印度、南韩甲巴西等国领导人也拢有受到邀请出席。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瑞士正拄结束一项全国性的公投，这项公投主要是要讲在全国人口的上限刚被设定伫咧1000万人以内。这个公投是由右派瑞士人民党所发起，目的是要限制移民的数量，加强边境的管控。落尾这项公投以55%反对票无过关。瑞士民众14一个一个行入投票所投下新成的一票。这场公投由右派瑞士人民党发起，主张伫2050年前将瑞士总人口限制伫1000万人以内。若准要投票，就必须采取严格边境管控。反对者烦恼，这唔来冲击需要大量外籍劳工的国内经济，更加会破坏瑞士甲欧盟的关系。
中纪委这项提案，互超过半数的民意否决。不过，嘛有未少投反对票的选民，嘛点出社会即卖温忧。I'm not afraid that it's going to pass, but the fact that almost 50% of the voting population think that it's a good initiative tells us something about this. Like we have to act on it. We have to act on it, and we have to take some of the worries seriously. 虽然公投无过关，不过支持设限制的声音也是必须要有。瑞士目前人口大约910万人，过去20年来增加2.5%，其中外国人就占1/4以上。大量人口前入来，地书房加起，火车客、基础设施过挂。提案的政党领袖虽然对结果感觉失望，不过嘛强调这波民意已经对政府放出强烈信号啊。Our voter share is only 28%, and still 45%. Said yes to this initiative of the Swiss People's Party. I think that's a very clear signal to our government, to the other parties, to the big lobby organizations of the economy, tha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cannot continue as it has in the past. 专家指出，这届公投的投票率较啉60%，平这几冬的平均悬真济，显示移民甲人口增加议题已经成做瑞士社会内部高度关注的焦点。安怎伫维持经济发展、巩固欧盟的双边关系，搁有伫解决国内基础设施压力之间掠平衡，将会是瑞士政府未来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国民党主席邓丽文最近伫咧访问美国的行程已经特别结束啊。比赛时间14，伊受到邀请去到洛杉矶比赛华人学会来发表专题演讲。伊搁一再强调，两岸应该透过对话甲交流，避免冲突变严重。伫咧台卡这台桥有伫咧问问题，正关心讲这一国两制的议题。邓丽文表示讲，九二共识甲一国两制无关系。伊搁卡讲，习近平最近正要意去访愿望。欢迎我们郑丽文主席。国民党主席邓丽文访问美国的行程特别结束啊！比赛时间14，伊受邀到洛杉矶比赛华人学会发表专题演讲。伊搁一概讲，两岸应该透过对话甲交流，避免冲突升悬。还有台侨问到一国两制的问题，邓丽文表示，九二共识甲一国两制无关系。再次郑重的澄清，92共识跟一国两制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在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的演讲里头，刻意的被民进党断章取义简化。政协会在北京，习总书记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点带着情绪的说，所以他还蛮在意他自己被冤枉的。邓丽文强调，国民党会使互台海维持和平，嘛对2026甲2028的选举真有信心。不离个邓丽文这撮访问美国的行程，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就讲，伊去互川普政府故意客座，因美方无满意邓丽文对军国的态度，嘛无望传出错误的信息。那么新加坡海峡时报是直直讲邓丽文这样魅力，那华府对主张爱加强甲中国接触的做法是这样疑虑，甚至认为伤过天真啊。我想郑丽文访美，他所表达的立场，很明显并没有被美方所接受，跟美国目前的一个政策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自然而然，美国他当然不会说想要说去高调的来去跟郑丽文进行这样的一个会面。另外，顶日在纽约，也有波士顿的交易顶悬，邓丽文分别和中国合通会长查胜安，也有中国的统战部官员如国牛做伙翕相，佮去用逼出参中国的福建东乡会会长陈行做伙食饭。因为陈行伫2023年，捌伫前总统蔡英文出访过境纽约的时阵，带几大阵亲中的侨民来抗议，所以嘛受到质疑。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叶元之等人提出公务人员退休、资遣，还有抚恤法等3项修法草案，要让退休的公务人员、军人甲教师，搁再呢会当转来政府机关来做特定的职务，讲这退休金同款会当照领。这是去互民进党的立委曾水雄质疑讲改革愈改愈退步，对少年人还有基层的公务人员真无公平。国民党立委叶元之等人最近提出3项修法草案，要让退休的公务员、军人、教师，若搁做政府机关、学校还是团体特定职务的时阵，无需要停止领月退休金，让民进党团质疑讲是领双份薪水。这样的重新改回来，又变成双薪，跟过去国民党你自己所痛骂的要去杜绝双薪的一个肥猫，
改革就又开倒车了，这个讨好特定的一个族群，这个也不好了。老师到现在都还缺上千位，补不齐，第一线缺工，能够有中高龄的这些专业人才能够回到我们的教学现场，来帮助减压。即马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第77条就规定，退休的公务人员经过审定了后，有领月退休金。若是阁有做政府机关、学校还是团体等等特定有领薪水职务的时阵，就要停止领月退休金的权利。也来针对叶元之带头提案修改的相关规范，专属部退辅司就回应，正正叶元之就要求检讨退休军公教再就业的薪水上限。叶元之委那上次在质询我们，他是说领双薪，但是如果你在任的薪水没有达到法定基本工资，表示你在任这个薪水其实没有很高，那我们是可以排除。他是认为说法定基本工资很低啊，他觉得叫我们去检讨这个标准。叶元之强调，提案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教学现场欠缺校园人员加重点老师的问题。譬如讲，退伍的军人再就业，薪水上限大概是3万9左右，不过校园人员的薪水4万块，就无法度请，要调业立委会当斗阵来讨论退休军公教再就业的薪水上限，定伫咧偌济钱会较合理，才会当解决欠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中部有一个校车司机讲伊有带艾滋病毒，不过伊使用宗教的名义将人性侵，上无有9个人受害，其中有6个人当当时夭死未成年，还5个人去验到 HIV 艾滋病毒，检方以32项罪嫌，甲这个人起诉收押。中部接获到艾滋病毒的赛校车司机，长期以来用宗教名义性侵害罪名女性，更加造成疾病的传播。专案是伫去年12月，地方卫生局人员协助一个艾滋病毒阳性的感染者疫情调查时，清查交朋友的情形，发现甲2022年另外一个大人感染个案，拢捌接触这个赛校车司机，更加牵涉妨害性自主案件，随报请地检署侦办。专案到即阵已经发现9个人互性侵害，其中6个人受害时是未成年，5个人为着艾滋病。校车司机被依照强制性高低当伤这项罪嫌起诉。透过公卫端跟医疗端呢，来协助这个确诊的一个个案呢，来接受医疗的一个处置。检验是阴性的话呢，那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一些卫教的一个咨询。不过，依据现行性别平等教育法有明确规定，学校运用禁用其他人员进前，应该依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规定，查询是毋是有性侵害犯罪记录。另外，立宪法司法、学生交通车管理办法也规范袂使有性侵害者犯罪记录。也毋过，这赛校车司机有前科，外界关心这破空是对倒来。学校人士能查到资料库，也就是性平3法。所做的裁罚记录，他有可能就只剩下一个注记，说他承受裁罚而已。可是实质上，我们是不会知道说真正的内容。教师团体讲，若是外部人员，一般是学校甲客运公司来签约，只会使依照合约要求出示良民证。即便外部人员前科无来到刑法层级，甚至甲被害人私底下和解就查无。即阵虽然有教育场所无适任人员的通报系统，不过学校的资讯掌握依然真有限，可能会造成查无的情形。艾滋感染者的相处，我们不要担心，因为现在有4万将近5万个艾滋感染者相处。那我们不要用猎巫的心态，认为他一定做了什么才会感染。他感染了，他就需要去做医疗。社福团体是讲，受害者心理压力大，大众应该了解相关的疾病知识，减少惊吓甲无理性的群体公信。另外，这边有风险行为，只要落实检验，才有法度及早发现个案。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咧，法务部调查局这部分，这几档小耍发生有人员发生性骚扰，还有偷袭相关的案件。对2020年到2025年5档来，拢总有23件通报，其中用款式性骚扰的案件超过60成。监察院是对调查局提出纠正，要求法务部就要全面检讨组织的文化，还有倒台机制。法务部调查局是负责国家安全甲犯罪机制的单位，不过这几年常常发生调查局的人员性骚扰、偷袭，甚至有内部主管用这款性骚扰同事的案件。查证属实了后，相关人员所干也受到刑罚。监察院拜一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法务部调查局内部管理甲制度失灵，提出纠正，要求法务部改善甲检讨。109年到114年，把他们所有他们处理过的案件
调出来，那就发现总共有23件，那成案的是8件，那这里面呢，受害者总共有34人，那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哈，66.7% 是有职务的关系。监察院嘛指出，调查局是用科技化司法进程无明确规定，性骚扰法则做理由，所以代志发生伫司法进程，组长间会当记一大个。监察院的调查嘛发现，调查局内部学长对学妹会阶级压迫，甚至有到变成。监委指出，受害者常常因为惊互人保护，延前申诉，甚至有一寡已经超过处罚的时效。加上机关过去常常用新改记告处理，却无淘汰机制，这致使违反纪律的行为迅速发生。铨叙部在我们约询的时候呢，讲得很清楚啊，他那时候的修正呢，去年11月19号修正是再一次强调性骚扰、性侵害是政府对这样子的行为完全零容忍哦。但是在修法之前呢，公务人员有重大违失行为，机关就可以依照修正前的考绩法规定落实惩处。监察院要求法务部全面检讨调查局的组织文化、性平教育、甲重大违失人员的淘汰机制，嘛要提出具体改善做法甲时程。记者吴金勇、谢桂林台北报道。提醒大家，这饮料或者是手擦茶，啉无完，千万唔好乌白倒水沟啊！家人有一个网友伫咧社群平台铺文，讲因为伊咖啡无啉完，全倒入去这路边的排水沟，结果去防翕落来检举，环保局罚3000六。现代人常常赶手擦茶，也是咖啡去上班，也毋过饮料若是无啉完，千万唔通乌白倒。家人有一个民众进前伫咧社群平台顶悬分享，伊去超商买咖啡了后，因为挂包看好，咖啡车出来，伊就甲剩的咖啡倒落去沟啊，无想到去互其他人翕落来检举，需要收到环保局3600块的罚单。应该也是有啊，没喝完，然后找不到垃圾桶，可能就垃圾桶没那么多，钱都浪费掉了，而且到外面比较没什么卫生啊。这件代志伫网络顶，大家是讨论甲热噗噗。事实上，根据废弃物清理法的规定，若是乱弹熏头、配痰、配槟榔汁、乱弹粪扫，也是凊彩打广告纸，会使罚1200块到6000块。啊，若部分的行为，伫一寡县市依照裁罚的准则，佫会使加重处罚。咖啡渣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果汁所具备有一个有机的一个污染物。那它如果到我们的一个雨水侧沟啦，或倒入的一个排水系统，它就会影响到水质的一个污染。环保局提醒，水沟主要是摕来排水的，毋是互人凊彩倒物件。若是有剩的饮料，应该早登去处理，莫一时方便颠倒去食罚单。记者综合报道。拜五就是5日节啊，南投新民国小的台语课最近运用这个节日，教囡仔用台语佮教安怎白粽，互囡仔会当伫咧生活中甲台语捡回来。较大壳的无要紧，搁加半壳，甲掰平。哇，水！这叫放入冰箱，来放入冰箱。学生囡仔当咧学包肉粽，这是南投县的新民社区。趁5日节进前，新民国小的学生找社区的士大学，社区理事长讲，毋领是囡仔毋捌捌过，其实即马真侪大人拢毋捌捌过粽，毋过囡仔手较细，较歹将压力头普遍包起来的肉粽较细粒。毋过，真侪学生拢感觉学真快乐。平常时就是看别人咧包，我无包过。今仔日是我第一届包。我觉得动肉粽上困难的所在是白烧啊。你感觉有趣味无？我感觉有趣味。因的手较细，所以要摕到迄个粽吼，较无摕。因囡仔就是袂晓伊会直直地，你看，有伊前面甲地足暗的。伊若莫甲地足暗的，伊就足好做。学校校长表示，其实这是一节台语课，会来社区学包肉粽，是因为伊认为台语爱生活化，学生学包粽，买当拿汤匙大学台语。囡仔吼，毋是干咧伫学校学台语课的时咧讲台语就好。希望囡仔呢，甲咱的时代同齐学白肉粽，互囡仔呢一面有趣味。阮的长辈嘛真欢喜，囡仔呢台语嘛愈来愈进步，在这个沉浸式学习的这种教学模式里面呢，会学得非常的好。肉粽包刷了后，学生囡仔嘛对社区的时代做伙跳舞。校方希望除了学生对5日节文化有较深的体验，透过这款沉浸式的教学，在日常当中，营造着自然的台语环境，卖当鼓励学生开喙讲台语。记者杨秀南投报道。
代替花莲站昨暗有一个列车长伫咧发车进前咧巡车厢，想袂到讲伊竟然去互一只20公分长的牙缸夹着，大家是紧甲列车长送去病院，好佳在伊人无要紧，这帮自强号嘛因为安尼有去牵着。救护车速速赶到花莲火车头，去互牙缸夹着伤的车长送去自治病院。这个车长讲，家己是伫咧火车要驶进前巡视列车时阵，感觉脚有奇怪物件扫过去，一下看竟然是一条长约20公分的大牙缸。患者是脚部被咬伤，然后有红肿肿起来的状况。到场时，患者意识清楚，然后协助将患者送往花莲慈济医院。目前状况良好。这件代志是伫14号暗时8点外发生的，一帮要为花莲驶去像哪的2411自强号列车的车长去互牙缸夹着伤。代替除了赶紧甲车长送病院以外，嘛随换车长。暗过列车也是伫咧花莲站延误13分钟。曾经发生过相关类似的事件？没有，这件事件是属于第一次。那在这个状况之后花莲站这边是否也会对后续的防范做一些处理？因为夏季属于无公号发起，我们会请清洁公司加强清消的工作。因为代替车站，有一帮为新泽营落南的区间车，后面仲看到鸟车伫咧车厢内底乌白选，甚至阁爬起哩椅座顶头的代志。代替表示，虽望有加强清消，毋过并未防治人员研判，可能是因为最近落大雨，受到惊吓生物，拢会走去室内也是较悬的所在。若要完全挡这生物莫出现，除了清消以外，嘛敢会当巡查较侪摆。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潮州的跳伞场附近最近出现一个正特别的交通路牌，顶头三角形的标志有画一只龟，下底阁写4个字叫做“注意乌龟”。主要是因为讲这条189县道时不时就会出现一寡小动物，用路人无细致，恐惊的就会甲搞死，所以大家就爱较斟酌咧。汽机车伫第二溜的县道189咧走，但是真少看边仔的路牌，毋是为过路人，嘛毋是限速，是一只乌龟。标志下面阁写着“注意乌龟”。会采这个标志，主要是因为潮州的跳伞场附近路直车缩紧，就传出有路杀乌龟，嘛有民众搞着龟壳，结果去取道的意外。居民讲附近确实袂少乌龟。这个出大现有遮大只的哦，拢人饲的。迄嘛毋是讲人饲，迄算野生的。即摆阮遮介是窟仔，会落去窟仔底食虾啊。哦。即个人若要窟仔咧烤掉的时候，也飞出来。之前有看过，好像都压死了。压死在这边，我自己在马路中间了。人家过马路把车就过去。这条公村路附近有陆军的跳伞训练场，降落的所在看道路嘛直，造成赛车、骑车的速度拢会较紧。为着降低事故发生，交通队经济站才伫遮采测速摄像机。不过潮州镇公所表示，去年开始有居民反映，路边草坡拢会出现蛇、水鸡，甚至是乌龟。赛车无看到就会路杀，骑车的人若无注意到就会跌倒受伤。县府公务处只好设标志，提醒过路的民众。那个号志应该是要注意小动物啦，因为我们在跳伞场附近几乎都是养殖跟做农业，青蛙啦或是蟾蜍，或是乌龟，或是蛇都有。它会有时候夏天或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跑到路上来。乌龟的一个出没那造成行车安全的一个疑虑警告标志来提醒用路人一个行车安全其实屏东有几多位拢有设这款路牌，像垦丁有注意回落的，车城含小琉球有注意加水龙啊，潮州这站佫新设注意乌龟。除了保护动物以外，嘛是好心提醒民众通过这个路段时，提高警觉，注意安全，才袂发生危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这届世界杯有影是真热，唔但梅西也有 C 罗拢是第6届来出场，后备选手嘛拢正出场，包括法国的球员姆巴佩、巴西的维尼修斯，拢互这场比赛变了更加精彩。阿根廷球王梅西甲队友联球备战2026世界赛，本届世界杯上海的话题，就是梅西甲葡萄牙球星 C 罗2位老将的最后一踢。在比赛会期间，度过39岁生日的梅西甲41岁 C 罗，双双缔造生涯第6摆出征世界赛的空前纪录。捌8摆赢下世界卡球新星梅西对阿根廷，想要卫冕世界杯冠军，影响力是无人通取代。Importantísimo, importantísimo, el de siempre, el que todos esperamos, porque no solo cuando está en un vestuario, cuando está en una cancha, todo lo que transmite a los compañeros, el clima que transmite a todos los que lo rodeamos es algo increíble.
除了传奇老将可能是最后一台，当代卡段已经由中生代全面接班。法国队长姆巴佩担任带领法国中反营销的重任，目前累积12粒进球，也有机会打破16粒历史进球纪录。另外，巴西边锋维尼修斯也是目前破坏力上强的边锋之一。两位球星拢处伫生涯顶峰，会用真有破坏力的进攻主宰赛场。另外，未来之星是爱关注西班牙天才二空亚马尔，伊在比赛期间度过19岁生日，受伤好嘅付出了后，顶现家人突破节奏，为着鼓励家己，伊喜欢要摕到冠军的承诺。Prometo que si gano el mundial, es que prometo que si gano el mundial me dejo toda la barba bigote durante ¿qué año cabrón? 3 semanas。也有一个袂当疏忽的超级球员，头一摆参加世界杯挪威外号进球机器的前锋哈兰德，只有25岁就以真悬的进球效率出名，加做各个后锋线的恶王。过28年重返世界赛的挪威，全队拢对伊寄真悬的希望，望哈兰德会当将职业联赛火力早去世界杯。You don't need a lot of chances to score, and our job is just to feed him with balls and feed him with chances, and then we know he's gonna, hopefully score some important goals for us in the World Cup. 无论是传奇相册最后一台，也是中生代甲超级球星的同时徛起。2026世界杯参赛48队拢准备好势，这场结合传奇最后一踢，甲世代交替的卡段胜势，一定会为全球卡球迷带来上难忘的经典对决。公司新闻台为您编译。今仔日风面在台湾北部的海面，佮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甲澎湖、金门、马祖会落阵雨，也是雷公雨。而且有几率会落局部大雨，也是短延时大水雨。北部甲东北部地区是会落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感谢收看，我是敏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